一個種水非常好嘅大日如來啊，翡翠嘅用料啊，水頭充足，質地咧晶瑩剔透。咁佢嘅雕刻主題咧就係大日如來，呢個雕工係非常之好㗎嚇，面容端莊，神態咧係好寧靜嘅。大日如來寓意光明啦、智慧啦、慈悲同埋庇佑嘅。咁翡翠嘅雕刻係用咗特別嘅磨砂拋光工藝，就令到成件作品咧去表現得立體啦。呈現出一個低調高雅嘅一個質感。睇下大日如來嘅尺寸呢，就係長度52啦，闊度係32，厚度係6.3嘅，神態相當端詳安莊嘅佛像啊，令到佩戴嘅感受到嗰份寧靜同埋安定嘅。咁而且佢嘅線條亦都精美流暢細緻處理得到，展現咗雕刻師傅嘅高超工藝。呢一件係值得佩戴或者收藏嘅作品啊！除咗佢有呢個象性嘅用料嚇，亦都有一個靚嘅雕刻。成件作品呢係具有呢個靈性同埋文化底蘊啦嘅一個翡翠作品啦。咁佢嘅編號呢就837號，佢嘅價錢呢就4380蚊嘅大日如來吊墜。